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阿 May 嘅 channel。今期同大家講下中山置業有邊幾個鎮街係唔可以掂嘅。買咗之後呢，我跟街坊都後悔莫及，仲有好多樓盤呢已經係危危乎噶啦。希望街坊花幾分鐘嘅時間一定要睇落去啊！中意阿 May 嘅 channel 嘅街坊可以俾個 like 我，多謝晒先。咁首先講一下唔可以掂嘅幾個鎮區先。第一個呢就係三角鎮啦。曾經號稱廣州嘅後花園，呃咗好多香港嘅街坊同埋廣州上班一族過嚟買，結果呢，配套兌現唔到位，生活配套呢都好一般，仲有一股刺鼻嘅味道。而家前2年中伏嘅人呢都未行出嚟啊！咁第二位呢係大涌鎮，以紅木同埋服裝產業為主嘅。咁之前環保問題已經係一個大問題啦，咁居住環境呢肯定就唔得噶啦。第三位。菠蘿之鄉係啦，講幾下就係你神灣鎮。咁呢個地方呢，之前賣12000到一方嘅，咁而家700-8千蚊就有交易啦。環境方面呢，亦係旁山依水，但係畢竟呢都係以農業為主嘅。咁周邊嘅配套呢都係欠缺嘅喎。咁之前喺呢邊嘅話呢，係靠近港珠澳比較近，所以嘅話呢係吸引咗好多香港、澳門嘅街坊買咗呢一個位置嘅。咁如果你係中意山水環境好嘅，都係冇問題。咁養老度假呢，亦係比較可以嘅。小區門口呢，亦係有直通香港、澳門嘅巴士。咁第4位呢，係板湖鎮啦。咁夢想係美好嘅，咁曾經係想打造第2個中山湖板塊嘅。咁人口方面呢，係上唔到去，商業配套呢，就肯定係一般般噶啦。所以呢，都唔好掂啊！咁第5位咧係黃埔鎮嘅，以徐匯物流為主嘅，咁環境咧都唔好得去邊噶啦，更加冇講生活配套啦。咁高峰期嗰時咧係賣13000嘅，而家咧6000蚊咧都有交易啦。呢一個鎮區咧都係冇掂啊。咁第6位咧係民眾鎮，呢一個咧係一個畫餅畫到一個飽嘅鎮區啦。咁如果唔夠食嘅話咧，咁可能要食蕉喎，唔好以為係開玩笑啦。咁呢邊嘅話咧，而家都有大量嘅香蕉田地，一個心中嘅合作區，承接咧深圳過嚟嘅低端產業啊。結果咧真係畫餅都畫飽啊！咁你有冇發覺咧？我上面所講嘅區域都係一個邊緣區域嚟嘅，所以嘅話咧，盡量避開就要避開啊！咁下面咧講一啲比較好嘅一個區域同埋樓盤嘅。咁第1位火炬開發區。一開始深中通道犀利嗰陣時咧，係賣到2萬幾嘅，而家風口過咗啦，亦係回歸一個正常嘅價格，1萬左右咧，亦可有交易噶啦。火炬呢一邊嘅話咧，其實係有好多樓盤嘅，但係咧，我係比較推薦太陽板塊嘅，畢竟呢邊嘅配套啦、交通啦、商業啦、醫療咧，亦係比較完善嘅。第2位啦，坦洲，佢係比較靠近珠海嘅。亦係最多香港、澳門同胞比較中意嘅一個區域。之前高峰期嗰時係賣到18000到2萬蚊一個價格嘅喎。咁而家呢一邊基本上嘅均價咧係8000到1萬蚊左右就有交易啦。咁中意呢一邊嘅話咧，可以考慮下嘅。畢竟坦洲嘅商業配套仲係比較可以嘅。咁佢唔單止可以享受到自身嘅配套啦，咁你去珠海咧都係20分鐘左右嘅啫。環境方面咧，亦係可以嘅，特別係中澳春城啦，同埋國際花城呢一邊嘅自身商業體咧，亦可以支撐日常嘅生活所需㗎。咁你係想去一些大型嘅商業體咧，亦係好方便㗎。咁第3位咧，石岐，中山石岐咧係一個比較多本地人居住嘅地方嚟㗎，人口咧就比較密嘅一個區域。咁呢邊咧，無論係4.0嘅新品啦，同埋普通嘅樓盤咧，亦係比較多嘅。咁正所謂咧，有人口嘅支撐，無論你嘅商業配套定係醫療配套，都係比較優越噶啦。第4位，三鄉啦。老實講啦，以前賣1幾2萬蚊一方嘅時候咧，我真係唔係好推薦。但係而家呢邊嘅價格咧係去到6000幾到8000蚊嘅。咁你有咩理由唔去睇一睇咧？咁呢邊咧係號稱小港澳嘅，有10個人中有7個人咧，都係港澳同胞。咁環境方面咧，亦係青山綠水嘅。講到呢一度，
一定要提一提華發觀山水啦，半山別墅、半山洋房，有港澳直通車啦，自帶12平方米嘅商業體啦，亦係成為一個中山價格嘅窪地。咁呢邊嘅話咧，真係好多港澳同胞選擇呢一邊㗎。好啦，快樂不知時日過啊！各位街坊，今期嘅視頻咧就分享到呢一度。如果香港嘅街坊想喺中山買樓退休，唔知點樣揀樓盤，或者唔知點樣揀區域嘅話咧，可以問翻阿 May 嘅，至少咧你唔會蝕底啦。哪怕你唔揾我睇樓，唔揾我買樓都唔緊要㗎。我哋大家就當交個朋友。喺中山有唔明嘅地方咧，都可以問翻我嘅。咁今期視頻咧就分享到呢一度啦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